大家好, добрий день. Гэта урок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вы для 6 класса по теме «百俄罗斯和中国». Первый урок 我住在欧洲。我们开始。今天我们要学学生词，复习世界各国的名字和现地理位置、地势和一年四季的点词。生词，打开你们课本，这是91页，你们的生词。练习1，91页，听一听，说一说。复习世界各国的名字，然后按照链接用文字替换图片。做练习练92页，说一说这些国家都在哪里，或者你们可以按照链接用文字替换图片。练习9，95页，阅读一些关于欧洲的文章，用合适的词语填写。猜猜这是哪个国家？练习6，93页，在白俄罗斯有哪些被雷揪出来的自然风景？练习7，94页，请说说课文里介绍的是自然界的哪种事物？猜猜这是哪个国家？练习10，96页，选择任何一个国家，根据下列的语句形式说说这个国家。第一个，地理位置；第二个，地势；第三个，一年四季的点词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